白色化，滿晒啊！屌你老味！係咯，沒毛病就冇得做。最好啊係嗰度咯，而家又話二三。唔係啊！多下先，你帶個仔嚟先講啊！佢一間入。陽光啊！知道你喺呢度打啊！你冇嘢啊？個個都過嘅，過咪好戇鳩，個個都過嘅，都冇人死，咁多個個個都過。呢個冇燈喎。
他有的时候有打一包一包的那种辣椒，2块钱包。推人家都追着他。我有佢嗰個咩啊咪。如果帶到咁人一陣咯。點解佢？我咧就慳呢啲細嘢嘅。唔係因為同埋而家趕時間就真，講真。任性。所以我一整天都让我。我听日翻咗去。係啊，有冇仲有冇街啊而家？冇啊，我係過嚟。哇！有個咩？幸好溜得快一点的，要不你今天你拉下来，也要穿个衣服。现做现卖的，看人家。看手术，不会得到血。好玩喎，會轉嘅喎。說 K 歌之王是我。买这种东西。哎，你不帮我看好啦，你一路走一路捡垃圾。你发的是耳机，哎，我现在这个地方可以进来啊。也不是那里，那边那个只有一个路口可以进。这里可以停个位置啊。啊。接回来。啊。
哇，鮮喎！我覺係咯，幾靚啊！那都卖酒的了。